黑你，你始終都係黑色嘅產物。 Sir， 有人濫用私刑、老笠同埋自稱警察，咁你咪記低佢咯。又想做英雄。衝鋒車近排有唔少好評噶，有睇過嘅朋友都知片尾會出現。特別鳴謝黃子華，但依家上畫嘅戲入邊，子華一句對白同背影都冇，令人懷疑被刪走嘅消失的片段就係子華嘅戲份啦。導演劉浩良喺微博就叫大家等佢啊。對我嚟講，衝鋒車未完結。我知道好多關心嗰段消失的片段，因為某啲理由，佢無奈咁唔能夠同電影一齊面世。我仍然為呢段消失的片段能夠重見天日而努力，因為衝鋒車必須補上呢場戲先完整。各位等我。好多網民都力撐導演將呢段消失的片段曝光噶，依家冇片睇住劇照先啦。子華喺戲度叫張寶強又係曱甴強，話說當時香港充斥住曱甴，令香港幾乎癱瘓。曱甴就係由張寶強飼養嘅，曱甴即係蟲，話香港充斥蟲癱瘓社會，好易令人聯想。由於衝鋒車會喺內地上映啊，唔通就係呢個原因，子華戲份消失了？咁導演又會唔會手落涎，幾時將消失的片段曝光呢？